大家好，又係我安神啦。咁今日喺加州花園為大家介紹一個特色單位——加州花園嘅 E 形積，實用面積980尺。咁跟住一個1239尺嘅花園啊。其實我身後面呢個位置就係佢自己嘅獨立車庫，泊到一部車入去㗎啦。咁另外呢一度側邊你可以見得到，其實有一路出去好大個花園嘅。咁而家同大家入屋去參觀下。今次介紹一屋為一大單邊大花園，有獨立車庫 ，T 字可以泊到2部車。好，E 形積咧入屋咧，地下係客廳嚟嘅，樓梯底呢度咧仲有個儲物室位。咁客廳個位置咧就長方形設計，樓底就2.6米左右樓底高啊，所以可以裝一啲吊扇。咁一個長方形嘅客廳咧，咁梗係唔好嘥啦。後面呢個電視機牆身，如果擺啲大電視，一定係最適合㗎啦。做埋投射影院更加合適啲添。咁我擺相機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擺一個 L 型嘅大梳化。咁側邊呢一度咧，仲有好大嘅透光窗啦，仲有個玻璃趟門，出邊就係花園。一入屋咧，地下就係客廳嘅空間，樓梯底下面仲有個儲物室，樓底比較高嘅。由客廳出嚟咧，就係第一部分嘅後花園。有少少角位啦。咁業主呢度咧就做咗一個魚池仔啦，有啲假石山，有啲小橋流水嘅感覺。咁望出嚟其實客廳，因為依家我哋單邊位，出邊咧係望到啲魚塘景觀嘅。咁比較清幽少少啦。咁一般閂埋窗，唔使落窗簾，坐喺度睇電視都可以望出嚟，都感受下自己嘅私隱空間啊嘛。咁另外後面咧相機咧都相機後面咧仲有一個大少少嘅花園空間添嘅。個小橋流水嘅花園咧，再過少少咧就係呢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一個好靚嘅三角形嘅大花園。咁而家加州花園揾個咁大嘅花園比較少有㗎啦。咁當然呢一個位置咧，仲有個獨立門口可以通返出去車庫位嘅。咁另外呢一個位置你見個位好大啦。咁其實業主都呢度咧畫咗一個種植區啦，咁可以種下自己嘅蔬菜啊，自給自足啊，享受下田園樂趣啦。咁另外呢一個位都係單邊位置啊，所以基本上都冇乜人知道你去到整咩嘅，好有私隱度嘅。業主呢度仲得意喺呢度做咗個獨立門口嘅，出邊嗰啲位置咧仲可以即係種下外邊嘅，種下自己啲花草樹木，攞埋嚟點綴下自己呢間屋嘅周圍環境。頭先所講，佢嘅花園係分開2部分，客廳連接個部分個花園空間呢就比較細啲，而側邊呢個花園呢就比較大啲啦。前邊仲有個獨立門口，可以通返出去自己嘅獨立車庫位置添。加州花園而家揾一個咁大嘅花園呢就比較罕有啦。呢個空間可以容納10幾個人一齊喺度聚會㗎。跟住我哋沿樓梯上去飯廳參觀。咁上半層樓梯呢，就係一個飯廳嘅區域，連接一個開放式廚房。咁呢個空間呢，其實都舒服嘅。咁另外依間屋呢，因為一個大單邊位呢，自然就會有一個通風嘅角窗咧。呢一個做咗個開放式廚房，其實工作台面都唔錯，上下都好多收納位，明火煮食。呢度仲有個位你可以擺雪櫃，前面望出去呢，就加州花園內街嚟嘅。同埋洗衣機有需要一部洗衣機可以擺埋入呢度添。咁呢一個位置一般擺啲4人嘅長形餐台咧，比較合適。由客廳上半層樓就嚟到飯廳同埋開放式廚房嘅位置。左手邊樓梯側邊呢，有個角窗，前少少呢就係飯廳空間，再前邊就係開放式廚房。開放式廚房入邊都做咗好多收納櫃。跟住再由飯廳上半層樓呢，就係一個客房樓層。咁呢個客房呢，就附設咗一個露台位添。另外單邊位望出去有山有水，左手邊就可以望到大陸嘅夜景，成個空間感、景觀、私隱度俾晒你啦。再上半層樓梯嘅右手邊就係一個客房，佢附設咗一個露台位置，望出去嘅景觀呢十分之開揚，大家可以睇到魚塘景色，同埋遠望到山景添。而隔離有個浴室洗手間，有窗，屬於名廁。而佢第2間客房呢，因為都係單邊位，你會見有個採光窗嘅，同埋依間客房呢都比較方方正正。其實擺床呢，雙人床都可以挨住依邊牆擺嘅。咁依邊呢有個採光窗，依邊可以擺張書台仔或者擺啲藝櫃、擺電視機。咁另外依間客房呢，有個露台位添嘅，咁望出去呢，就係加州花園內街。咁但係右手邊呢，都可以望到啲樹景嘅。
再上半層就係第二間客房，呢間客房都附設咗個露台位。景觀呢主要都係望返加州花園入邊嘅內街，側邊呢都有一個角窗作為一個對流窗。而 E 形積呢，樓梯位置亦都有通風透光窗添，望出嘅景觀都唔錯。最後呢，就係主人套房啦。咁主人套房呢度呢個設計呢，有少少特色嘅。第一呢，佢就做咗一個套廁洗手間呢，就偷咗少少位置。咁變相呢，就一開門口之後呢，個空間就會大啲。另外佢做埋呢，連接咗上邊兩個天台條樓梯都歸納就主人套房呢一度嘅。咁變相呢個可用性呢又強大咗。咁當然主打無敵嘅魚塘靚景觀，同埋遠望山景、大陸北方夜景、雙人床，自然唔使講㗎啦。嗱，如果你想睇靚啲嘅景觀，就擺相機嗰邊啦。如果你話冇乜所謂，睇下山景嘅就擺呢一度。其實方方正正，點擺都係啦。咁浴室呢一個位置有窗嘅，做咗企缸俾你。咁跟住沿樓梯上去天台，再上嚟就係主人套房。主人套房望出嘅景觀呢，都係望到魚塘嘅靚景觀，遠望到都係山景，好開揚㗎。當然套房入邊有個套廁洗手間，做咗企缸設計，當然亦都係有窗，屬於名廁。大家可以再欣賞下呢個咁靚嘅魚塘景觀。而 E 形積呢，亦分開前後天台，第一個天台向加州花園內街，第二個天台呢就會望魚塘景。第一個天台其實向內街嘅，有冇特別啦？因為淨係要嚟洗衫晾衫，擺下洗衣機、乾衣機都可以合適嘅。咁最主要呢一個天台呢，我覺得就真係要大家一齊參觀下呢個景觀啊！嗱，呢一邊左手邊啊，你會望到前面有啲草坯，跟住就魚塘景觀，再望就係成個大陸嘅夜景。呢邊呢，正向呢就可以望到山景，右手邊呢都有啲山景俾你睇下。咁另外天台個空間其實都唔細嘅。招呼朋友坐喺度欣賞下啲景色，睇下星星都唔錯啊！大家如果對呢個加州花園特色大單邊大花園魚塘靚景觀嘅單位有興趣，記得快啲聯絡康臣。多謝晒，拜拜，下次見。